Hello，大家中午好啊！歡迎大家翻嚟收睇2026年1月27號嘅溫總講美股。咁當然香港有講啦。咁今日個港股嘅走勢得喎，其實嚇咁好似我哋預期咁樣咧，咁都係繼續上升，咁已經連升到第5日啦嚇，Give you five 啦，其實嚇咁未來方面嚟講會點走咧？咁有啲咩大家市場方面嚟講需要留意嘅咧？咁轉頭會同大家跟進翻。咁開始前希望大家可以訂閱我哋頻道，開埋個啷啷，未來方面嚟講任何新片第一時間通知翻大家咁樣嘅，多謝先嚇。本身嚟講同大家跟一跟翻下港股走勢先啦，其實嚇提一提聲before 我開始前咧都講一講就今晚。我哋有直播嘅，其實嚇大家如果有關於股票嘅問題啦，咁講緊都可以免費喺上面提問嘅。咁留意翻我哋頻道，一陣間會出條 link 出嚟嘅。咁到時大家 keep 翻條 link，咁喺上邊留低啲問題咁樣，咁我哋會盡量解答咁樣嚇。咁當然嚇人就有時比較多啲，咁呢排市旺咧，咁本身嚟講，如果答唔到嘅話咧，咁就要可能下一次。咁所以早啲問就早啲着數咁樣啦。其實嚇希望一陣晏少少見到大家咁樣。多謝先嚇。本身好。咁講翻港股恒生指數，恒生指數今日得啦，其實嚇咁你見到都升到有成349點咁多嚇，349點多。呢個時間咧，通常上證發力嘅，咁上證發力嘅時候咧，對我哋通常就會有啲着數。咁佢都升到去4144點，咁變咗嚟講，對於翻個恒生指數咧，短期咁挑戰呢一個下降軌啦，咁我相信其實就機會好大啦。其實亦都挑戰緊啦。咁今日最高去到27,188點。呢啲位置啦嚇，188點，我自己都係維持翻啦。今個禮拜係會挑戰之前方面嚟講上年個高位，咁27,381點嗰啲位置嘅，甚或乎講緊去到最樂觀嘅時候咧，27,600都得咁樣嚇。咁呢個就最樂觀嘅睇法。咁而調翻轉頭啦，咁預期翻今個禮拜方面嚟講個表現啦，咁恒生指數我會覺得係當然升啦，其實嚇。講緊就預期可以去到27,400左右呢啲位置嘅，其實嚇咁都算幾大膽。因為講緊就上個禮拜咁個恒生指數方面嚟講個收市位咁先至得嗰個嘅26,749啫嘛，咁一股要估到成2-3% 升幅咁多，咁變咗嚟講真係有少少大膽嘅。咁但係咧有時就本身回報啊、利潤啊，咁你唔買唔投資，咁講緊好似等於即係傳統啲香港人嘅智慧啦嚇。咁嗰陣就本身唔踎啊，唔知身體好就唔到啊，唔知時運高，咁其實一樣個邏輯。咁其實講緊就本身有時都真係適當嘅時候見啱見準嘅，咁就要去噶啦。其實嚇咁就等於好似我4月份嗰陣時嚇30蚊銀價，咁同大家講要買銀，咁其實講緊就本身咧一路升到上嚟，咁琴日最高去到117蚊咁樣嚇，咁對得住大家噶啦。其實嚇咁本身嚟講，因為你買股咧好容易俾人陰到嘅喺香港，咁因為本身背後咧咁都好多莊家好多大股東啊咁樣，咁試過推介過一隻股票咧，咁轉頭即刻夾升咗上去，跟住咧大股東就同我走去出貨咁樣，咁調翻轉頭咧，咁喺外國喺大市場咧就冇呢啲 issue 其實嚇，咁外國唔係冇呢啲 issue 嚇，喺大市場嚇，咁講緊係一啲嘅即係你好似貨幣市場咁樣，你要莊家操控個貨幣啦，咁除非嗰個央行，如果唔係真係的而且確好難嘅其實嚇，咁甚或乎講緊係啲金屬市場啊、商品市場啊咁樣啦，咁要即係講緊係一啲嘅大型嘅資金方面嚟講先做得到，就唔係話即係少少啲莊家咁樣咁都可以做得到，所以其實嗰陣係安全好多嘅其實嚇，咁同埋中肯好多其實嚇，咁金價方面嗰啲都升到去5111嗰啲位置啦嚇，咁亦都做得唔錯啦。咁但係如果你話恒生指數嘅，咁其實都相對係比較中肯噶啦，其實嚇，咁因為你要喐佢嘅話，咁一日都成2-3千億成交，咁你都唔係咁容易嘅其實嚇。咁而調翻轉頭啦，咁講緊就再上，咁如果恒生指數嘅話咧，應該就條保利加通道嘅位置作為一個阻力啦，同埋上一次個高位啦，其實啱啱都係類似嘅水平，咁即係講緊係27,381點附近呢啲位置咁樣。現階段嚟講，恒指咧就咁稍為去到翻嗰個 RSI，咁都去到69嗰啲位置69嗰啲位置，提醒大家咁樣。咁與此同時方面嚟講咧，就本身咁講緊係呢個嘅即係
呢個上證綜合指數咧，咁亦都見到啦嚇，咁4145嗰啲位置嚇，4145嗰啲位置，咁其實咧我相信咧唔會太耐，咁佢都會突破翻之前4190嗰啲位，咁因為內地嘅投資者已經撻着咗㗎啦，其實嚇，咁我自己覺得就本身中央好難話就咁嚇加少少嗰個嘅孖展方面嘅準備金咧，就壓得低佢哋，調翻轉頭佢哋換馬嘅，咁可能喺某啲嘅 asset 裏邊可能換出嚟，跟住再嚇擺翻落去，例如講緊好似咩咧，咁陳標陳上就講到去到本身嚟講內地有50萬億嘅定期存款，咁其實嚟緊都係準備啦嚇，咁就因為定期個利息低啊，咁可能都準備入市咁樣嚇，咁變咗嚟講呢啲咧都係幫助到個股市嘅一個嘅工具。咁當然啦，其實港股都係受惠嘅，咁因為本身唔係淨係入內地股市，咁其實有啲可能 well off 啲嘅，咁可能其實走嚟港股方面嚟講都買，咁因為港股平啊嘛，同埋利息高，其實嚇港股呢個特質嚟嘅。全球唔係好多市場方面嚟講有港股咁高息嘅，其實嚇，咁所以呢度咧其實吸引到一定資金方面咧，就走嚟香港方面趁低吸納咁樣嚇，咁啊當係收息咁樣，咁都可以啊嘛。咁與此同時方面嚟講啦嚇，美股嚇標普方面嚟講已經之前同大家講過，連續跌咗2個禮拜啦。咁今個禮拜方面我一定係搏佢上升嘅，其實嚇，因為點解咧？咁你都跌咗2個禮拜啦，再加埋月尾，咁本身嚟講依家係講緊1月效應啊嘛，其實嚇，如果1月升得到咧，咁你其實全年升得到嘅機會就高咗好多。咁所以上個禮拜咧，咁星期五嘅時候，咁個標普咧都升到0.99%。咁今日方面嚟講咧，再進一步上升啦，其實嚇，咁啊升到去104嗰啲位置咁樣嚇，咁本身即係講緊104點嗰啲位置啦，其實嚇，咁啊去到6950點嚇，6950點。咁早前方面嚟講最高咧，咁其實都去到翻呢個嘅6986點嘅，都係今個月做出嚟嚇。未來方面可唔可以突破咧？有機會嘅，但係講緊突破咗之後咧，可能就會有啲阻力嚇。咁睇翻，所以提防後抽嚇，提防後抽。咁依家如果喺翻月線圖上邊咧 ，RS 即係講緊嗰個保力加通道，咁最新就喺翻呢個嘅7091點嚇，7091點咁樣嚇。咁呢處睇一睇翻。咁跟住講緊咧就本身即係除咗標普之外啦，咁啊納斯達克指數近期都彈咗幾日嘅，其實嚇。咁你見到佢都有本身3日方面嚟講上升啦，4日方面嘅上升啦，其實嚇。咁因為嚟緊嚇星期3、4咁都會去到咩咧？就會去到啲科技股出業績㗎啦，其實嚇。咁本身有4間，咁講緊係呢個嘅Meta 啦、Microsoft 啦，跟住蘋果啦，同埋呢個嘅本身即係呢幾間啦，咁其實出業績咁樣嚇，咁所以呢處咧大家都留意翻嚇，咁Microsoft、Meta、Tesla 同埋呢個蘋果嚇，呢4間嚇都會出業績，咁呢處大家留意翻咁樣。咁跟住同大家睇一睇埋嗰個美匯指數啦，其實嚇美匯指數近期都比較弱啲，其實嚇咁落翻97嗰啲位置，暫時佢未破底嘅，其實嚇咁因為最底就係去到96.2，咁本身就喺琴日嘅時候咧，咁其實最低嘅時候係落到去咩咧？落到去呢個嘅97嗰啲位置，咁96.806啊嚇，96.806，咁所以其實講咧就依家都喺啲低位上邊咧去試嘅，其實嚇。咁跟住咧就本身嗰個嘅人民幣嚇，咁人民幣方面咧就反而佢冇乜點升喎，其實嚇係6.95合理水平啫，其實嚇。咁跟住港幣方面嚟講，7.798，咁亦都係啱啱叫做強方兌換保證嚇，都唔係算強得幾強嗰隻咁樣嚇。咁與此同時方面嚟講，亦都睇埋啦嚇啲債券方面嗰孳息率嚇，咁如果你話本身啦嚇，講緊係10年期美債嘅，咁其實見到咧就都落翻少少啦。最新其實都去翻到4.22嚇，4.22，咁比起翻之前咧4.311啦，明顯地有少少改善㗎啦，其實嚇。咁而日本債方面嚟講亦都係啦，咁雖然少少改善，曾經落過去呢個2.2嗰啲位置啦，咁但係又升翻上嚟嚇。本身今日最新都去翻到呢個2.8啊，2厘嚇2.28厘，其實嚇咁呢個都係一個 issue 嚟嘅，即係簡單啲講，佢就緊咬高台，佢又唔肯跌。咁如果真係唔肯跌嘅話，對於日本政府個貸款成本啊，呢個都係一個大家要關注嘅問題咁樣嚇。咁與此同時方面嚟講，最勁就頭先我所講到啦嚇，個金價啦，其實嚇金價5085啦，已經去到唔經唔覺嚇5085嗰啲位置啦。咁而講緊就之前啦嚇最高嘅時候去到翻琴日嘅
5111嚇，未來方面會有機會上啦，都仲係有機會，始終個 momentum 喺佢哋嗰邊咁樣嚇。咁因為依家係去美元化，咁所以俾你嚟講咧，就大家都冇咩好買。咁因為 Bitcoin 咁調翻轉頭，原來發覺嚇唔係咁保密嘅，其實唔係咁安全嘅。咁調翻轉頭啦，咁啊講緊 Bitcoin 唔買，咁你買即係債券。咁老實講，美債見到個美債不斷上升，再加埋特朗普得罪人多，稱呼人少係嘛？咁你變咗佢啲盟友全部調翻轉頭拋貨，咁所以變咗咧就即係美債又唔買得，美匯更加唔得嚇。咁跟住又話冇乜，唔係特別太多息咁樣。咁你度嚟度去咧，咁又係去翻啲金啊銀啊嗰啲地方嚇。咁所以其實金銀都係喺個高位徘徊，咁喺5085嗰啲位啦。咁而 silver 方面銀方面咧，其實咁都本身嚟講就唔覺不斷咁升咁樣，咁升到最新又擒翻上去呢個108.9下，109.9下，差唔多去到110蚊。琴日最高就係117其實好高其實咁與此同時方面嚟講咧，就本身咁嗰個嘅波動指數咁VIX 咁喺16.14咁 so far 都 OK 嘅，呢啲位唔算特別太過分咁樣咁馬上同大家跟翻個港股嗰啲股票啦，其實咁本身嚟講喺講之前咧，咁都希望同大家跟翻咧，就本身咧我哋公司因為要睇一睇翻嘅，我公司 iFAST Global Market， 我係 iFAST Global Market 嘅投資總監咁樣咁本身嚟講咧，就我公司好好嘅，其實咁講緊就喺啲處免費提供財經資訊之餘咧，咁我哋都為讀者為觀眾咁提供咗個嘅投資組合，咁其實我哋叫溫鋼城投資組合管理服務。咁其實講緊呢個組合方面嚟講咧，最低嘅投資價值係需要30萬，咁由我幫大家去做買賣咁樣。咁講緊就本身分咗兩個組合嘅，其實一個咧就係呢個嘅本身炒波幅緊一啲講就炒價啦，其實一個咧就係收股息，咁其實就兩個嘅，其實一個係高息，一個係炒價嘅，其實咁本身嚟講咧就特點係咩咧？特點咧就係我哋所有嘅 transaction 咧，咁即時會通知大家，其實咁會發翻信息俾大家咁樣，大家會知道我哋點樣去做 trade， 咁變咗透明度係非常之高嘅，其實咁與此同時方面彈性都非常之大，隨時可以攞錢嘅，加錢減錢攞錢隨時可以，唔需要話即係要擺幾耐嗰啲咁樣，唔需要擔心。咁另一方面嚟講咧，咁除咗加錢減錢攞錢嗰啲諸如此類之外咧，咁亦都揾咗匯豐、中銀、渣打咁作為大家信託銀行，有啲咩事咧？咁講緊可以佢哋直接俾翻你哋，因為佢哋係我哋 custodian， 咁我哋唔會話攞啲錢走咗去夾帶私逃呢啲唔需要擔心咁樣咁變咗嚟講咧，就呢個大家可以有個安心喺度。再加埋我哋公司其實都相當宏大嘅，其實本身我哋喺香港咧都有800幾位同事，咁除咗有800幾位同事之外咧，我哋管理嘅資金咧都本身嚟講有成1600幾億嘅，其實1600幾億唔係1600幾萬，係1600幾億咁所以其實嗰陣就絕對講緊係去到某一定嘅規模，可以足夠去幫大家手。咁而我哋本身嚟講，作為一間新加坡嘅金融機構啦，我哋上市喺新加坡交易所。咁本身嚟講，我哋嗰個嘅分行方面，由內地有10幾間，咁而跟住去到香港、馬來西亞、新加坡，跟住甚至乎去到呢個印度嗰邊啦咁磅卑啊嗰啲咁樣，咁其實都有晒分行㗎啦。其實佢都邊都有好幾間，咁再加埋啦，咁講緊就係呢個嘅巴林啦，同埋呢個英國。咁我哋都有辦事處喺度咁樣，咁所以其實講緊嗰個嘅服務方面嚟講都幾多元化，由銀行服務啦股票、債券、基金同埋呢個養老金，我哋都係我哋專長嚟嘅，咁所以都係穩中求勝嗰種啦。其實咁大家如果有興趣，歡迎隨時同我哋聯絡。咁聯絡方面嚟講咧，就本身98616400即係呢個 WhatsApp 方面嚟講咧，咁呢個號碼咧，咁大家可以用呢個 WhatsApp 號碼咁同我哋 contact 就 OK 嘅啦。其實咁提翻我哋同事就本身有興趣咁揾咗個組合。咁當然亦都有客戶服務熱線嘅，客戶服務熱線就係講緊37664334 37664334咁可以打電話俾我哋客戶服務員。咁我想投資溫總嘅組合喎，咁樣可唔可以幫我咁就 OK 嘅啦。其實咁我哋就本身嚟講咧，香港辦公時間就香港聽，咁如果非香港辦公時間即係去到夜晚啦，咁通常嚟講我哋馬來西亞嗰邊 call centre 聽嘅，其實同好多銀行都係類似咁樣嘅做法咁多謝大家先。好，咁唔阻大家
家就本身嚟講都跟翻嗰個嘅股票組合啦，其實嚇咁股票組合方面嚟講咧，咁大家知啦，近排其實嗰個股市啦嚇咁升到砰砰聲咁樣嚇，咁講緊就本身咧依家最出名嘅咁講緊紫金啦，其實嚇咁紫金黃金、紫金礦業咧，咁其實大家相當於其實就夾得幾實嚇。咁最新方面嚟講有個消息咧，咁講緊就本身咧就紫金嗰邊咧就買咗個新礦，其實嚇買咗個新礦，咁講緊就即係未來方面啦嚇，有助佢喺個黃金方面嘅生產啦，咁講緊係大幅加大，咁本身即係因為依家中央方面內地啦，咁都好明顯地係將啲美債咧係換緊黃金嚇，美債轉黃金，咁所以變咗調翻轉頭啦，咁紫金方面就跟翻國策做嘢啫，其實嚇咁呢個係合情合理，非常之正確嘅做法咁樣。咁而揸黃金好過揸印出嚟，或者甚至乎印都唔使印，加幾個零喺後邊嘅印水紙啊，其實係咪？咁所以俾佢嚟講就呢個有道理嘅，其實嚇。咁而中國方面嚟講，黃金儲備亦都真係的而且確喺翻G20裏邊咧，其實唔算多，其實嚇。咁所以即係追翻一個合理數值啦，咁我覺得合情合理，再加埋依家中美嗰個貿易盈餘啦，唔係特別咁大嘅。以前貿易盈餘咧就講緊焗住要揸翻少少美債咁樣，但係調翻轉頭依家咧好多時個盈餘已經收窄咗咁多嘅時候咧，就唔需要再買得太多啦，其實嚇。咁所以今日背景之下咧，咁所以今日方面嚟講，紫金咧咁曾經最高去到45嘅，咁依家43.12，咁升緊9毫幾子嚇，都升少咗好多嚇，咁其實升少咗2%嘅，其實嚇，咁但係收購通常都蝕底噶嘛，所以其實升少啲係好理解嘅，其實嚇。咁但係如果個金價方面未來仲可以繼續升嘅話咧，咁紫金礦業方面嚟講應該都會有啲着數，因為佢 hold 住紫金黃金啦，其實嚇。咁同埋另一方面銅成嗰啲咁樣都成13,000蚊噸㗎啦，其實嚇都係一樣升緊嘅。咁講緊與此同時方面嚟講咧嚇，咁講緊就本身都睇埋呢個嘅即係。個mouse唔係幾方便嚇，咁睇埋國壽啦，其實嚇，咁國壽方面咧，大家見到啦，咁2628咁就本身個股價走勢咧，去到33個8毫四嚇，33個8毫四，咁講緊就本身近排咧嚇，或者今日啦嚇，啲保險股咁其實起晒動啊，其實嚇，咁講緊係由1月開始啦，嘭嘭聲上去，咁其實無他嘅，因為講緊內地嚇，咁平保人壽好簡單，佢哋因為本身投資咗喺內地股市，內地股市升啊嘛，其實咁而中央方面之前都推動險資入市啊嘛，咁對佢哋嚟講會着數嘅，其實所以呢度咧一路走勢方面咧都係比較強勢咁樣破頂嘅，其實咁去到33.8毫6，哇唔使幾耐又去翻40蚊嗰啲，佢哋曾經即係講緊美好嘅時光，其實好耐都冇去過，其實咁真係要即係我諗佢哋真係要慶祝一下啦，其實咁講緊就即係你睇下幾耐時間冇去過呢啲53蚊、40蚊嗰啲位置啦，咁呢啲時間係幾時咧2006年係嘛？咁希望大家啦，如果有貨真係捱咗咁耐嘅，可以翻到家鄉啦，其實咁與此同時方面嚟講，就本身江西銅咁銅價方面嚟講都係大家好關注。咁依家如果你話以翻倫敦銅價方面嚟講，去翻到呢個13,199一噸個本身嚟講就升咗0.64咁佢升幅方面一定冇金冇銀升得咁緊要噶啦，起碼一樣嘢本身佢哋係有啲銅礦方面嚟講係停產咗嘅，咁但係就不至於到好似銀咁誇張咁樣，直頭連續5年都唔夠生產唔夠供應，所以你見到點解啲銀一撻着咗咧，就好似火箭咁飆住去咧，就咁解。咁與此同時方面嚟講咧，就本身就呢個阿里巴巴，咁阿里巴巴就通2000問有好消息喎，其實咁話佢可以同世界方面嚟講嗰啲嘅 AI 接軌到咁做得比較好，咁呢啲都係大家即係中意啦、喜歡啦，其實咁所以變咗嚟講，對佢個股價方面嚟講有個比較好嘅幫助咁樣。咁與此同時方面嚟講咧，就本身除咗阿里巴巴咁都700騰訊咁騰訊方面嚟講咧，你見到今日都做得唔錯㗎，咁依家都喺608蚊嗰啲位608蚊嗰啲位，咁其實喺呢個位置方面嚟講，我自己覺得啦咁你話佢去翻到再高啲630嗰啲咧，
都唔係冇機會嘅，其實都有嘅，其實嚇咁講緊，只不過你話係咪一路咁衝上去咧？咁當然唔係啦，其實你都要俾佢行下唞下咁先得嘅，其實唔係一下子咁好似即係嚇咁一聲咁彈上去，咁呢啲唔可能噶嘛，根本上其實咁所以變咗咧，俾少少時間佢係做到嘢嘅，其實咁所以呢處要留意翻咁樣。咁與此同時啦另外一隻 AI 股份方面嚟講，咁講緊百度啦，其實咁亦都見到今日方面啦雖然跌落嚟，但係慢慢追翻嘅，其實咁因為多咗個強勁競爭對手，咁嗰個就係講緊頭先講過嘅阿里巴巴。咁騰訊方面原本亦都好出名啦，其實咁所以呢啲都係大家會留意翻嘅。咁講緊相關嘅科技股。咁最後方面咧，當然啦，我係愛股啦港交所今日精靈嘅，其實咁去翻到最高嘅時候啦，升翻穿430蚊430，大家仲記得穿梭機嗬？咁講緊就去到431.8嘅，其實431.8嗰啲位置咁樣。咁跟住落嚟會講一講個美股。講美股前呢，咁都招一招生先。咁本身嚟講，我哋溫總實戰投資同學會係一個網課嚟嘅，其實咁平時中午1點鐘至2點鐘上課。咁講緊就本身咧一般我哋答晒大家股票問題先落堂嘅。咁而另一方面嚟講，嗰個嘅教學方面啦，咁主要其實分幾方面。咁本身嚟講就每日一股，咁我哋盡量喺市場上邊咧揾啲啱啱喺一個關鍵位置嘅股份出嚟，同大家一齊去研究。咁到底咧就本身點樣去 set 個買入價、賣出價、止賺價、止蝕價呢啲咁樣。咁講緊就跟住亦都用翻基本分析、技術走勢去同大家一齊去研究。希望大家教學相長。咁其實講緊就慢慢掌握到點樣去捕捉投資機會嘅一個嘅方式。咁講緊強調翻呢個係一個學習啫，我推介任何股票，其實咁當中如果大家捕捉到做得好嘅，咁好似我哋之前就正如頭先講4月份已經提大家嘅即係白銀係應該要起步嘅咁樣。咁又或者好似長飛光纖咁樣咁一講就即刻打上去嘅，嗰啲純粹運氣唔係刻意我哋去做宣傳，唔係刻意我哋去即係鼓勵大家去炒賣咁而另一方面嚟講，就本身啦大市分析，咁亦都有嗰個嘅分析方面嘅教學啦。咁本身嚟講好似啱啱今日咁今日就教咗嗰個嘅美國方面嚟講嗰個經濟指數，其實咁本身嚟講都有少少一啲嘅信息帶到出嚟俾同學仔咁樣。咁因為有啲問題好似出現咗咁樣，咁所以提醒翻大家咁樣咁而跟住咧，當然本身就都有問答環節嘅咁問答環節方面嚟講，有個特色就係答晒先落堂。咁過去方面嚟講，除非真係要去傳媒啦，其實咁又或者可能有啲特別問題啦。如果唔係嘅話咧，通常都係答晒嘅。其實咁一個月都冇一次半次咁呢啲咁嘅時間，所以大家唔需要特別擔心唔會話報咗名成日唔見人咁樣唔會嘅。咁講緊就我哋都係一個勤力嘅人咁跟住最後方面嚟講咧，都仲有溫總筆記咁樣咁我哋叫溫總隨筆咁夜晚好 leisure 咁樣同大家分析翻今日方面嚟講所見所聞，或者嚟緊方面嚟講會覺得有嘢發生嘅嘢咁同大家分享翻。咁費用方面400蚊港幣啫，咁講緊一個月㗎啦，其實咁我哋唔係一個課程係用一個月費形式嘅。咁有興趣嘅朋友咁歡迎喺 YouTube 上邊報名就得㗎啦，其實咁報咗名，如果需要我哋跟進翻大家幾時上堂嗰啲咧，大家可以通知翻我哋嘅。咁通知翻我哋嘅話咧，咁就喺呢個98616400嗰處咧，咁發翻短信俾我哋。咁因為 YouTube 你報咗名之後咧，我哋淨係知道你嗰個 username 嘅啫，其實即係如果你個 username 係即係我靚女或者我靚仔咁樣，我就見到有個我靚仔報名咯，其實就係咁樣嘅啫，其實咁就唔會話見到第二個嘅啦，其實就係咁樣。OK 咁講緊就本身同大家跟埋呢個嘅美股方面嚟講咧 ，Meta 呢啲咧就馬上出業績嘅啦，其實星期3、4咁樣咧，咁佢哋即係其實講緊咧就陸續有4間科技七雄出業績，咁呢4日咧話的而且確咧表現方面相當之威猛相當之威猛。咁你見到啦，就本身由翻就5日前嘅低位咁彈到依家咧都彈咗12%嘅啦，其實咁當然唔夠啲銀咁勁，但係調翻轉頭都做得非常之好，其實咁而跟住咧就本身 Meta 方面講完之後咧就講 Microsoft 啦，其實Microsoft 方面亦都係連續升咗3日嘅啦，其實咁大家會相當之關注啦。呢兩間公司佢個資本開支，咁因為呢個直接會影響住咩咧？直接會影響住科技股方面嚟講未來發展嘅，其實咁因為啲硬件咧，佢哋仲會唔會做咁多啲 data center 咧咁樣？咁呢處大家會留意住啲 data center 係好
好需要佢哋啲訂單嘅嘛，其實嚇，咁所以直接會影響到咩咧？直接會影響到咧就 Nvidia 呢啲咁樣嚇，咁因為如果佢哋即係今次係唔會講嘅，其實下一次業績先講，但係講緊咧，如果見到佢縮水縮得緊要嘅話咧，咁 Nvidia 個股價都會有影響嘅嚇，咁呢處大家都留意住。同埋 Nvidia 咧嗱，琴日跌咗啦，咁但係調翻轉頭咧，就本身都去到保利加通道頂啦，佢又係行唔到，所以其實大概190蚊附近咧，咁真係喐唔到幾多其實嚇。咁琴晚就最高去到189.6嚇，咁差唔多去到190蚊都行唔到啦，其實上唔到啦，其實嚇。咁跟住當然啦，其實嚇咁仲有，如果你話硬件嘅，仲有即係講緊星期四出業績嘅 SanDisk 嚇，咁啊呢個就講緊係啲存儲工具啦，咁啊 hard disk 啊、手指啊嚇，咁啊 SD 卡啊之類，咁佢哋做好多啦，其實嚇。咁你見到高位方面都有少少回落，有啲獲利回吐盤出現咁樣嚇，咁呢處都留意住。咁與此同時方面嚟講，就本身嚇咁啊 AAPL 咁就蘋果咁就啱啱有個新 project， 有個新產品出，咁啊市場方面嚟講都 OK， 其實都 buy。不過講緊 Tim Cook 咧就嚟就退休啦，咁所以俾佢嚟講呢處有少少變數喺度。咁啊255.4嚇，255.4佢依家嗰個位置嚇，咁啊講緊就條頸線嗰啲位啦，要睇下佢突唔突破到啦，其實嚇。咁本身之前頸線都阻力幾大，其實嚇。今次應該正常要突破嘅，其實嚇。咁本身嚟講可以到邊度咧？上一條頸線啦，咁啊大概265蚊度，我覺得機會都大嘅，其實嚇。咁與此同時方面嚟講，就本身嚇 Tesla 就跌過又升過，咁呢個市場咧一路喺住等緊啲新產品啦。咁啊講緊到底呢個嘅Optimus 方面嚟講幾時出到街，即係個機械人幾時出到街，咁呢個大家好留意。咁而反而咧，你話講緊係嗰啲即係FSD Full Self Driving System 嗰啲咧，反而就真係唔係太大幫助其實嚇。咁因為佢諗住用月費形式，咁未來收好多錢啦，但係又唔係太大幫助。而講緊 Robot Taxi 咧，大家都係嚇，我都係一句啦，Waymo 已經有啦嚇，唔需要佢根本上其實嚇。咁 Waymo 有，Google 都唔係升好多嗰陣時嚇，依排唔係因為嚇 Waymo 升㗎嘛，其實嚇，咁所以變咗嚟講咧，呢啲故事啦嚇，一路砌上去，但係嚟緊個故事咧就比較大嘅就係講 SpaceX 咯嚇，咁啊講緊就本身Elon Musk 方面嚟講間太空船公司，咁啊本身嚟講有即係嚇影子股概念咁樣，咁啊其實嚴格嚟講就姊妹公司概念啦，咁變咗嚟講就即係對於翻 Tesla 嚇都係有少少着數嘅嚇，咁如果你話你想買咁都 OK 嘅，其實炒波幅咯，其實嚇，但係我都係嗰句嚇，間公司冇 PE 嘅嚇，其實嚇講緊就有翻咯嚇，300倍咁樣嚇，有 PE 嘅，其實佢不嬲都有嚇，不過講緊差啲咯，其實嚇咁啊300倍 PE、500倍 PE 咁你制唔制咯？其實嚇呢個另外一個問題嚇，佢有 PE 㗎嚇，我記錯咗第二間嚇。OK， 咁跟住講緊咧就本身呢個 CoreWeave 方面嚟講咧，講到 Nvidia 咧就講 CoreWeave 啊，咁啊佢入股嚇 CoreWeave， 但係 CoreWeave 方面嚟講咧債台高築嚇，冇乜嘢唔好掂嚇，千祈唔好話見到Nvidia 入股黃仁勳入股咁啊講緊可以買，千祈唔好制嚇。其實我覺得都係即係係咯嚇，即係唔好買咯，就係咁樣啦。OK 嚇，就咁樣。咁好啦，咁我留翻啲時間，今晚再同大家傾啦。其實嚇咁啊講緊多謝大家收睇咁樣。咁啊有啲咩問題？今晚8點半見面嘅時候咧，即係嚇大家喺空氣中見面。咁啊我話扮下即係嗰啲嚇顏聯武啊咁樣嗰啲咧，即係嚇鬼咁溫柔嘅聲音咁樣同大家傾下偈咁樣，好冇？咁啊今晚見，拜拜。